多謝主席。我係跟進翻本人嘅提問個回覆編號係095嘅，咁就係關於入境處13個主要管制站嘅人手嘅編制嘅。咁第一個想澄清一下呢，就係回覆嗰度呢，就係話每一個嗰個管制站裏邊回覆係俾我嗰個呢係叫職位嚟嘅。咁想知道呢，呢個職位同嗰個人員嘅配備係咪會唔同嘅呢？即係話會唔會同一個職位可能會有2個人手嘅配備呢？咁呢個想了解清楚一啲。第二個呢，就係關於唔同嘅嗰個管制站嗰個人手嘅配備都想多了解一下。因為喺回覆嗰度呢，就講到嗱，譬如舉例啟德郵輪碼頭嘅人手嘅職位配備呢，就90個人，咁但係呢，平均每日嘅旅客呢，就係只有1426人。而文錦渡口岸呢，就配備咗86個職位，咁平均旅客呢，就4047，而中港客運碼頭呢，配備咗163，咁個人數可能仲少啲，咁嗰個3400幾人嘅啫。最多嗰個香園圍口岸嗰度69000幾呢，配備嘅人手呢，就比中港碼頭呢都係多得配備嘅職位多咗36個嘅啫，即係199人。咁所以呢，我都想多了解一下呢，喺配備唔同呢啲管制站裏邊嘅一個崗位嘅配置或者職位嘅配置嘅時候係點樣去考慮嘅呢？咁同埋如果係一啲口岸佢人流次數太低嘅，咁嗰啲會唔會有一啲可能睇落去嗰個職位個配備比較多嗰啲呢，會削減翻一啲嚟去做一個調整呢？嚇，唔該。好，局長係咪都係俾？係啊，入境處長，我請入境處處長回答。好啊，郭處長。好，係主席。其實咧，呢一個表裏邊嘅嗰啲數字咧，係代表個編制職位，咁咧就而唔係代表個實際嘅人手。咁其實咧，我哋入境處會靈活咁樣調配人手啊。咁係喺唔同嘅口岸咧，就抽調去啲比較繁忙嘅口岸去應付需要嘅。咁我諗舉個例咧，就譬如羅湖咧喺呢度個編制職位咧係有721人。咁其實實際咧，我哋咧只係有477人喺嗰度工作。咁剩翻嗰啲咧，其實我哋就係會調配咗去一啲比較繁忙嘅地方啦，譬如落馬洲支線啦。咁雖然落馬洲支線咧就編制係240，但係我哋都加到去309人嘅。咁其實各個口岸我哋都會靈活調配啦。咁按實際需要再去分配嘅。多謝主席。陳議員有冇跟進啊？咁點解唔將佢根據翻佢每個口岸嗰個嚟將佢合理翻調整翻佢嗰個職位嘅數目咧？係啦，咁比較清楚一啲嘛，就唔會有啲誤會喺度咁樣啊。郭處長。係主席其實呢個同呢個人手嗰個政府嗰個安排咧係有啲關係嘅。咁呢個其實日後咧，我哋都會檢視呢一個情況，可能日後再去研究做好個分配工作。多謝主席。